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18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是初二，祝大家健康平安，事事拢顺心。咱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宜阳县长陈光甫昨昏跋倒，弄着头壳全昏去，全各样营总手术顺利，家属感谢大家斗相共。今仔日小可凉冷，初三开始温度回升，若要行春赏花，会当把握好天出门行踏。纽约一间教堂17发生起火，规个崩塌真厉害，包括一个牧师甲4个消防员，总5个人受伤。今仔日初二天气要小可凉冷，不过气象署表示，为初三开始温度就会豆豆回升，各地拢会是侪云好天的天气。若要行春也是赏花，会当把握好天出门行踏。樱花开甲满满是，侪民众咧含樱花翕相。逐年的1月份至3月份是樱花开的季节，民众表示，趁过年休困，把握好天出来行行咧，欣赏樱花。也有民众讲，伊逐年拢会来看，今年的樱花开了真水。阮伫德北来，来这看樱花盛开，所以呢，非常的心情非常的愉快。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欣赏这个大自然之美。每年都会来，今年比较早开啊，现在比较很美，就是在上个礼拜最美。初二透早凉冷，气象署表示，续落来到开工进前，拢会是侪云好天的天气较济。因为初三开始，冷气团减弱，各地拢会回温。若东半部地区是正方面，所以部分地区会有雨。而到明天，各地温度都会逐渐的回升，可以看到全台各地大致上高温都有机会回到20度以上。而从初4到下周1，温度是逐日的回升，尤其到初5、周6到周日，各地的高温都在24度以上。甚至到周末，其实整个西半部高温有机会到25到28，甚至到30度。气象署提醒，虽然冷气团减弱，温度回升，但是早暗的温差也是真大。北部甲南部的温度嘛有差。过年期间南来北往，有要北部、南部来往的民众，要注意温差的变化。记者陈心彤、曾俊佑台北新北报道。咱台湾人过年一般传统拢惯势围炉拜拜，甲行春等等。不过，即马时代变化，真侪拢已经无共啊。有专家讲，即马等外家，若是用时辰的方式，嘛有准算。也若拜托你讲，嘛无一定限定初二，有心上加要紧。休过年路的车真济，有的要出去耍，有的要转去后头厝甲爸母拜年。古早讲初一查某囝若转去后头厝是禁忌，会拜外家。但是即马时代无共啊，教育部也捌伫面册大文分享新的观念。囝儿是细啥物时阵转去，应该会当自由选择，无限制。若即马时辰真方便，有民俗专家讲，嘛无一定爱真正转去到厝内，才有算转去做客。用时辰的方式嘛，介方便。你若连续3年无转来外家，表示你心内已经无这个外家啊，划清界限。莫过来往啊！但是即摆吼，真侪人可能移民外国，无法度转来3年以内无可能转来做客，要安怎？即摆上介新的做客方式，就是叫做视讯，安尼算是歹啦。若无可能有真侪查某囝会去用开除。初二照古历也是拜土地公求财的日子，有土地公庙表示，逐年过年正月初2，真侪民众会去拜土地公保财库，求新的一年赚大钱，尤其是生理人。其实艺吼，伫古早时代就生理人的意思啦。这个初二做艺第一遍呢做艺当然是正月初2啦。阮吼，这倒啊拢无够，这倒啊无够，阮这拢爱搁传倒啊出来拜啊。足侪少年啊，足侪中小企业创业的啦，还是讲开店啊啥，即马少年人来拜愈来愈侪啊。正月初2，除了是传统转后头厝拜土地公的日子，也会有人去拜月老、求桃花、求好人缘。民俗专家讲，这个拢是古早流传落来的，现代人较无用，只要有心，其实无限定一定爱倒一天，有拜有保庇，啥物日子要拜拢会使。记者陈心彤、王志光台北报道。也若伫台东鹿野的圣安宫有办跋杯的比赛。若是连续跋20个圣杯，就有100万的发财金，是啥真侪民众做伙来参加。
标会讲，这奖金主要是用过信度添油香的，有的是真正摕到发财金的民众捐出来，用来帮助弱势。然后这个比赛会一直办到初5。大东关路亚乡永安村圣安宫，福在马祖新名是当地信仰中心。今年第2年，旧历过年期间办新春博杯挑战赛，向马祖领发财金。因为相关的奖金有100万，吸真侪人透早到庙里来排队，添油香300块，拜登记就用参加比赛。毋过要摕到100万奖金，要连续播出20个圣杯，难度悬。毋过无摕到奖金的民众也别失望，因摕到一只马祖保庇的小金龟。虽然100万奖金无人抱走，毋过这2天已向这个民众连续播出10个圣杯，摕到5万块的奖金。有民众带一家7个人参加比赛，有人播出4个圣杯，每人真欢喜领到上加2000块的发财金。阮一家7个啊！啊，得奖金要偌济？有几个？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结缘呐，能够把这个钱拿走了，因为这个就是对我们庙来说也是一个正面的，对于我们信士大德来说也都是正面的。圣安宫表示，这奖金拢是过去信徒捐的，有的是去年得到发财金的民众各回捐，用来帮助弱势。这比赛会一直办到1月正月初5。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要来关心平湖县长陈光福，昨天下晡参加申请活动的时阵，无细字为楼梯跌落去摔到头壳，全安尼昏去。急救了后，转去高雄荣总手术顺利完成。向发生这个意外，众人是拢真关心。也若家属讲，感谢大家甲因斗3工，嘛希望互因空间，互陈光福好好静养。17正月初1早起，平湖县长陈光福、甲马经市区、甲马经市长黄建中等人做伙发红包。新春快乐，阖家平安，马上有钱，马上幸福。心情真满意，迄天下晡参加活动，煞无细字为楼梯摔落来，头着涂骹，目无喘气心跳，初步急救了后，转往高雄荣总救治。高雄嘛造成心经外科、心脏内科，也有动静医疗团队。就他们现场的描述，应该是现场一个意外的一个跌倒，就是紧急的一个观察期，大概3到7天。依照我们神经外科的医师，目前这3到7天都是危险的一个观察期。在未来的1个礼拜左右，可以说是恢复的一个关键期也跟这个家属联系上。正月初2，总统罗清到离南部发红包，台南头一站煞发生强庙的主委身体无爽快吐出来，影响到总统。伊也请大家替陈光福县长加油。伫北部的台北市长周万安嘛替陈光福加油鼓励，哪里无分阵赢，拢希望陈光福早日有健康。刚刚在拜拜的时候，也有为陈光福县长祈福那我们大家呢也给他加油打气。我们希望光福县长早日康复，也希望大家一起为他集气。陈光福家属是伫陈光福的面册大文感谢各界的协助甲关怀，相信陈光福会渡过难关，也希望外界予伊空间，暂时莫敲电话，也是去病院探视，互陈光福安静接受治疗。记者采访报道。也若伫台南有一台轿车伫路口要弯，却是去弄到对向的奥多麦，致使3个人受伤，不过加在是拢无性命的危险。目前知影这台轿车的驾驶酒测台失灵。也若详细事故的原因，也要调查。一台轿车驶真紧，一下就弄向路边停的汽车，互汽车骑士受伤，跌落涂骹，引起落甲膝盖背。轿车肇事了后，处处停伫路边。赶到现场的消防救护人员无用处理伤者，现场是如苍苍。车祸，并一车有够大声，我咧困1点10分啦。1点10分，伊个车醒，仲还未困去。透早来尔，就规个拢是伊只拢咧环保局，因可能早清走啊啦。因环保局因拢就5、6地拢足大地拢安尼清解。附近民众拢咧议论，警方调查这严重车祸发生在台南南区，现场10人驶车经过新兴路，未倒换新建路，所弄到对向驶的汽车，佮影响边的人车，造成汽车骑士甲2个过路人全身真实所在侧伤，送去急救，好彩无要紧。因过弯失控擦撞对向行驶中机车及停放路旁人车，造成3人受伤，送医救治，均无生命危险。
警方调查了后，推测肇事生产查甫人好亲像过弯失控才发生事故，酒测了后酒测达失灵，原因由警方的调查，是不是看车食多了后塞车？警方也在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诈骗又阁有新的手路，中一日开始卖歌手订主机以演唱会门票。有一个民众伫咧卖票的系统买票的时阵，看到网站顶悬写后一步。伊一个着急，就随点入去写告注，结果伊的信用卡去互偷入，提醒乡亲大较买册咧，唔通去互骗去。再谨慎一下，真的。而且看你聊天也没多久，对你也没见过面，你怎么这么相信他？警方一直提醒，因为早起真济，进前伫台北万嘉地区，才有一个查甫人去互假投资骗去，差一点啊，就损失270万。啊，毋过诈骗难防，手还阁一直换新，即马又阁有新部署。他们集团啊，会在 Google 联播网或是网络的广告投放的平台啊，投放一些精心布置成像官方界面的下一步按钮。那民众因为没有时间看清楚，所以点击下去呢，就会引导到钓鱼链接，也是比较细细诈骗手法。新型的钓鱼广告内容变简单几字，敢若用下一步短3字，才由广告的头壳出现伫卖票系统顶悬。北部有一个查某囡仔为了听歌手订主机的演唱会，惊的门票买无，着急试下一步完成各自的填写，就去互诈骗登着，信用卡就去互偷入去。你有3个不容易掉入他陷阱。第一个你很急，第二个这个是及时性，你如果没有马上抢就会抢不到。第3个就是它这个部分它其实是这个锁定这个族群的投放式广告。最好买票的方式不要用手机去抢，因为手机能看到的页面有限。其实唔拿门票，像讲申请签证、抢确实的机票，拢爱设置网页顶悬有诈骗。除了靠民众爱加查核，专家嘛建议业者爱先进自律机制，政府单位爱强化督导管理，防止这种诈骗是袂使无的。记者采访报道。我来看，找伊伫咧森林，有人发现一只水滴伫咧排水沟的，有热心的民众做伙甲伊救起来。目前这只水滴是真健康，接落来会发出公告，若是无人饲的，就会送去动保组织来收留。水滴伫咧水道慢慢咧刷叮当。17将月初早起，云林县福美镇三合里，有人发现水滴伫罗干山水道内底，怀疑是有人一个冲不走放弃。第一个感想就觉得说，这里会有卡皮巴拉，然后就还蛮神奇的蛮惊讶的。热心民众看到水滴无物件通食，合力将救援花安置，佮准备把草甲限制来饲，报警处理。影像也伫地方并且社团引起闹热讨论，呼吁主人赶紧出面领转去。后备分局也协助通报农业处。虎尾镇卓干县大排发现有水豚，警方到场时，热心民众已先行抓捕保管。由于系属农业处权责，已协助通报。那捕抓之后呢，我们会进行公告。那公告如果没有人认领的或认养的话，我们就一样到所谓的相关的收留机关进行收留。云林县农业处表示，已经照动保法先安置水滴，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后续会公布确认是不是有主人。若是无主人的动物，就会送到动保组织来收留。民众若拄到同款状况，应通报1999，由专业兽医来抓。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伫咧美国纽约有一间教堂17发生起爆的事件，规个是崩甲密密麻麻，有一个牧师甲4个消防员伤势是不哩严重。另外，伫咧意大利一间200年历史的剧院发生火灾，金箔的装潢是规个拢乌有去。规个教堂烧甲拢乌去，现场火焰真大，消防员也持续伫喷水。伫纽约州雪城东北方80公里的布恩维尼丰盛生命教堂，17发生起爆事件，造成现场一个牧师，也有4个消防员受伤，伤势真严重。送医了后，情况稳定。So this morning, fire got a call of an odor of gas in the church. I believe the pastor, I'm not 100% sure, but I believe the pastor got here and smelled the gas, so he called 911. They dispatched the fire department. The fire department got here while they were investigating the building. The gas ignited, the building exploded.
这间教堂使用汤泉加水加烧气炉加温。根据初步调查，牧师透早有闻到加水味了后，通报消防队，佮甲消防员进入地下室检查。消防员伫咧开烧气炉的时阵引起气爆，爆炸发生的时阵，伫1楼一个消防员和大气弄壁，可见爆炸威力有偌大。经过教堂的驾驶有翕到抢救的过程，附近的道路拢去互救护车加消防车包围，因为当地无设消防栓，消防队紧急调派附近10个小队的消防车协助拍火。这场气爆嘛惊动附近的社区，真侪民众拢发挥爱心，赶来斗3工。You see all the people showing up here with food and water and everything, so it's just a testament to the great people up here. 伫意大利那不勒斯市中心创立早路剧院，伫17传出火灾，导火点正瓦工具，尾也阁烧炭到这个19世纪茶座的剧院。本来豪华装潢的观众席，也甲一领一沿金箔啊包厢拢烧了了。这个火灾也致死4个人砸伤送医，也阁22号民家撤离，好在在无人死亡。公司新闻张小芬编译。来看大稻埕这几年转型做文化历史街区，因为附近小人煞要渡境，在地将会影响大稻埕未来发展，所以希望找到文化保存、观光甲商业之间的平衡。过年是年货大街，台北民众对大稻埕应该是袂兴奋，这也是台北上重要的商业中心。近年来渐渐转型做文化历史街区，民间团体持续透过导览，将大稻埕的文化价值甲民众分享。它的建筑风格就是比较属于现代主义的，就是在它中间的牛眼窗的两侧，挂上了人参。正保留闽南洋楼甲日本式建筑形成的混合式家路步样，展现自相混合的生活形态，嘛反映伫建筑的设计上。来，我们这个就是3进2过水的那个街屋形态哈，前面会当做店铺，后面可能可以当做工厂，最后还可以留一间来做自己的住家使用。为2000年开始，地方政府运用用质移转的方式，鼓励区域内的建物修复保存。不过，修复后的建筑要安怎符合现代的需求？来自亚洲各地的社区保存团体透过交流分享案例，在地居民嘛提出想法。天井呢很好看，可是不实用。下雨天的时候，我们要去上厕所，厕所在3进，我们还要从2进或1进，要走到3进去上厕所，还要撑伞。你觉得这个是符合这个日常的需求吗？我们的规定是这样，原来的天井一定要保留原貌保留，可是我们允许盖天窗，可是你的天窗条必须是透明的，而且它必须是可以移动的。另外，四周围都市更新的建案类型，嘛是大稻埕未来发展的困境之一。那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都市计划来讨论，有一些是要作为这个周边的背景保存区，要有一些管制。历史伫大稻埕留下痕迹，这珍贵的历史建筑要安怎活用？都市发展甲文化保存、观光、商业之间的平衡，有缘等待民间甲政府单位的继续打拼。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小可凉冷，寒人浸温泉会互感觉不了爽快。伫台南有真出名的关仔岭土梅温泉，也若伫南西嘛有人讲是美人汤的巨蛋温泉，两边拢有真水的景观。过年连假是啥真侪游客去遐行搭。互人讲有真特别的土梅温泉，台南关仔岭温泉早就已经真出名。浸咧这区温泉，唔但当互血液循环正顺，嘛通互皮肤更较筋骨，也佫互人学了讲这是天下第一人泉。就会那种肤质就会感觉很骨溜这样子。泉质本身呢，感觉呢？对，还不错啊。虽然讲这是老牌温泉区，寒天一定是真侪人会来。不过若是要度过热天的小月，就业者开发温泉水的热能功能，佮有囡仔的酸水区，嘛有包围起来的收水池和山南的风景，希望吸引更较侪游客来关仔岭行搭。这边环境很干净啊，然后也是很新。虽然有泥浆温泉、有 SPA、无边际用的蒸汽烤箱。但是我们还有在落雨松区都有车泊区。一个报告，两个来到，除了关仔岭土梅温泉名声真好，台南的南西区嘛有巨蛋温泉，过去互叫做是美人温泉。伫日本时代就有这个温泉，伊的来源是对巨蛋客引来的。一直到这几年，才豆豆开发做温泉休闲区。这边主要是玉建成的碳酸泉，
抓水清清，无臭味，嘛是同款会当甲皮肤洗好油油，看起来金骨啦金骨。所以有真侪游客拢会想讲，秋天寒天的时阵来遮浸一下，就很放松，就是蛮喜欢的。对血液循环啊，全身的循环，个人身体上有一个改观。那我们这边是属于比较无色的温泉，对，各有喜好。 对，消费者可以比较有多的选择，加上龟丹温泉地理位置、交通蛮方便的。台南只有天然的资源，长久以来伫温泉这块成绩拢真好，那得到全国10大好温泉的冠军，嘛连续9年得到优等。市府当咧认真打造关仔岭甲孤单2大温泉品牌，串联周边的产业，伫寒天冷死死的时阵，行一抓白河关仔岭，也是南西孤单温泉。来台南唔乃当互民众食到甜不不的食物，也当体验。 小富富的台南温泉，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讲到运动的选手，拢会希望伫咧比赛场有上好的表现。除了基础的训练甲准备，更加需要有稳定的心理状态。有不少选手会透过小小的仪式，互心情安定。有选手希望幸运的物件会当带来好运。 比出名动漫的个人手势笑咪咪，看拿电心顶碰下第114年全运会女子100公尺看拿决赛自身登场。好，这是开跑。日表九数摕金牌，完成1连霸。因为超风速无立正式纪录，张胖甲讲有点可惜，毋过至少看到家己的可能性。伊正22岁也透露，除了落实训练，每一摆正正进前我动作一定爱做，最近也被增加彩绘。我喜欢。 就是看到手指很漂亮，就可能就是要让自己心情变得很好。比赛要穿的钉鞋，我的鞋带是一定要很平整的，不然我很容易会被鞋带影响，然后分心。透过丁素华行为，为准备到高效率测评，台师大体育甲运动科学系特聘教授洪聪斌表示 ，PPR 也就是赛前仪式或者是例行动作，是运动心理学内底强大工具之一。赛前仪式的时间延会比赛前1暗到比赛前几秒。正面 PPR 就是你是全心全意就投入在这个 PPR 的这个行为当中，所以在做这个当中，你脑袋比较不会胡思乱想。 仪式行为带来安定甲熟悉，有不少运动选手是因为某一寡物件甲成功经历连结，正做心理安慰。世界鸟王体操选手邓家宏甲台湾蝶王王冠宏拢讲，有家己的幸运内裤。我带很多件，我基本上有几天带几件，那红色就2件啦，因为就是预赛决赛嘛。我出国，我内裤都带很少，但我每天手洗。对，但是就是我会知道。 这条内裤是我比较幸运的，或者什么的。比如说你要穿红色的那个紧身裤，这样子就是紧身裤，这样就是代表胜利啊这种的。可是现在就还好，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我想怎样就怎样。马拉松选手周庭宪是摕金牌金色手机啊，女位棒球选手郑宗泰是讲出安打时阵的翕相鞋啊。昨天打完打，今天出门就还是想穿同一双鞋，但是我都会穿，然后。 穿完，然后告诉自己这没有迷信，只是刚好想穿。然后我老婆就说这就是迷信。换了之后，心情我不知道是心情好，然后所以整个比赛也变得比较顺，然后也都有拿到金牌，所以我觉得好像有不一样。所以现在对我来说，我可能会不想要去买银色的手机。 洪聪斌讲，幸运物会增加内心的平静，因讲是一种信念，也因讲是迷信。不过无论安怎，上场也是真心思，将练习甲准备做好，身心伫个上好的状态去了解对手，这拢尽力。透过信念系统进入较好的状态，有好表现纪律才会较悬。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报你知，今仔日要凉凉，不过为初三开始，温度就会大大回升，各地拢会是这份好天的天气。所以咱来看下半部各地详细预报。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7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 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
11度至18度。还有这3日的气象。新正初二，祝大家自在欢喜、好运气、健康平安、食饱日。感谢大家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